等我夜晚了了。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街坊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集气直城时尚大地2026大地醒狮盛会的活动现场。我们现场的各位来宾、各位观众啊，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在面向舞台右手边的台侧凭票入场了。我们今天上午的醒狮盛会将在10点钟正式开始。温馨提示我们现场的各位市民朋友们，请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家和小朋友，同时看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我们今天上午的醒狮盛会将全程在南方虾 APP、南海八路、南海大地、深读大地微信公众号进行全程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分享今天的直播链接至各位的朋友圈和社交媒体，让更多朋友都能观看到今天醒狮盛会现场的盛况。同时，我们今年的大地醒狮盛会特设2大分会场采青点，面向镇内外农村会开启彩青经济，以传统民俗仪式传递新春福运。2大采青点分别为星海大厦正门、永旺梦乐镇、爱海广场。再次温馨提示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凭票入场。我们今天上午的醒狮盛会将在10点钟正式开始。喜慶馳騁時尚大利，2026年大力醒獅盛
會即將就要開始啦。喺度溫馨提示各位市民朋友，記得聽從工作人員嘅指揮，有序觀看本次城獅盛會，並且記得妥善保管好你嘅手機、錢包等個人隨身物品，照顧好同行嘅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同時，我哋今日嘅醒獅盛會咧係設咗2大分會財政點，面向鎮內外嘅龍獅隊開啓財政徵集。大家喺10點30分到11點30分嘅時候，可以去到興海大廈正門；11點到12點可以去到永旺夢樂城匯美廣場，到進行我哋其他嘅城獅賽車嘅一個觀看。同時，我哋今日呢度置身嘅係九龍嘅主會場，我哋將會喺10點正10點鐘正式同大家一齊會面。時間到啦。我哋嘅醒獅盛會即將就要開始啦，10點正就係正式開始。請仲未入位就座嘅街坊朋友嚇，揸緊啲時間啦。嗰個著嗰個工作服嘅嗰個係嗰個房就得啦。嗰個都係咩大㗎？呢個係攝影㗎。嗱，你問呢個啦，問呢個。哇！仲有5分鐘。嗱，問呢個啊，你話？你話又見嗰個收一收遮，收耳機啊，綁好嘅，啊，自確啲先得㗎。
属龙狮协会带来的古镇。一马当先迎新春，马踏青云步步高。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所有的街坊市民朋友们，大家新年好！大家新年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浩然。我係主持人蕭佩文，再次歡迎大家嚟到期期時請時尚大瀝2026年大瀝醒獅盛會嘅活動現場。浩然呀，今天的九龍公園啊，依舊是鑼鼓喧天，熱鬧非凡。同時，我們還可以留意到前方還有巨型的哪吒 IP 裝置和馬上望等着大家去打卡哦。没错，我们希望呢，能将哪吒这一份锐意进取、吉祥如意传递给现场的每一位朋友，让我们满心欢喜地奔赴这场龙狮盛宴，沉浸式感受龙狮原地的非遗魅力，见证奇迹驰骋、时尚大力的时代新风采。大家都知道哈，大理有着数百年的行狮贺岁习俗，龙狮精神早已经刻进了大理人的骨血里，也成功的为这座城市成为了最鲜明的文化底色。今年的大理喜狮盛会，我们还特别增设了2大会场，采星点面向镇内外的龙狮会，开启采星征集，以传统民俗仪式传递新春福运。没错，那除了今天现场的九龙公园，另外2大采星点分别为星海大厦正门、永旺梦乐城惠美广场，共襄盛举，精彩绝伦。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莅临今天现场的各位领导及嘉宾，他们分别是大利镇人大主席李百天，欢迎您；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南海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尤安东，欢迎您；大利镇副镇长高运祥，欢迎您。本次呢，有很多的热心企业、热心支持的单位也派代表来到了现场哈，他们分别是广东新华教育发展集团董事长陈杰洲，欢迎您；维港教育集团副总裁、教育研究院院长孙小杰，欢迎您；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大利支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倩美，欢迎您；南海农商银行大利支行行长梁伟成，欢迎您；大理商会副会长、佛山市恒泰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国昌，欢迎您；佛山市盛世腾飞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项目部总经理黎云，欢迎您；广东华盛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理周崇晓，欢迎您。同时，我们还有2个分会场的代表，他们分别是广东星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李海星，欢迎您；永旺梦乐城佛山大利店营业主管朱树强，欢迎您。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呢，还有幸邀请到了一直支持家乡发展的港澳乡亲同胞，他们分别是旅港南海大利同乡会会长陈达华，歡迎你；欢迎；旅港南海大利同乡会理事长范强，歡迎你；欢迎；旅港南海大利同乡会监事长黄达，歡迎你。參加本次盛會的還有社會各界和熱情的大利人們，再次歡迎大家，再次歡迎我哋嘅街坊朋友，俾啲掌聲嚟聽下好唔好？非常之開心可以同大家再一次相聚，同時我哋本次大利醒獅盛會嘅盛大舉行離不開中國農業銀行南海大利支行、廣東新華滋養教育發展有限公司、佛山暨大港澳子弟學校、廣東南海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區大瀝商會、佛山市盛世騰飛產業園開發有限公司、廣東華盛宇建設工程有限公司、東霞飲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嘅大力支持，多謝晒我哋嘅支持單位。再次对以上的热心企业、热心支持单位表示最诚挚的感谢。金鼓齐鸣贺新岁，雄狮跃跃启新城。此刻吉时已到，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以下领导嘉宾共同上台为我们敲响吉祥鼓。让我们掌声有请李百天主席、
有请尤安东副支队长，有请高运祥副镇长，有请陈杰洲董事长，有请孙小杰院长、黎倩美副行长、梁伟成行长、何国昌董事长、黎云总经理、周崇晓经理、陈达华会长，有请以上领导上台敲响金鼓贺新岁。那稍后呢，在我们宣布正式开始之后啊，请我们台上的各位领导嘉宾共同鸣鼓，也诚邀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哈，一起呐喊出对新年最美好的祝愿。好，请台上的各位领导准备，让我们共同宣布：奇迹驰骋，时尚大力，2026年大力醒狮盛会正式開始鳴炮！全場掌聲熱烈一啲好唔好？歡呼聲都可以俾我哋。2026大力醒獅盛會正式開始。好的，再一次感謝台上的各位領導嘉賓，來，我們一起來一張合影留念啊！請我們現場的各位攝影師做好準備，我們向中間靠攏，請各位領導嘉賓。来，请各位共同看向镜头，也请现场的摄影师朋友做好准备啊！来，准备，3、2、1，我们竖起大拇指，对，点个赞。为崭新的2026点赞，也为我们今天的醒狮盛会来点个赞。来，准备，3、2、1，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嘉宾，谢谢各位，请回席就坐。再次感谢各位领导，佩文，其实我觉得哈，我们每年的这个大力的醒狮盛会哈，都是盛况空前。其实我也感觉到我们大力的所有的街坊哈，所有的市民朋友们，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特别强烈。你看，比如像哪吒宴、纳福盆菜，传递了邻里温情；春晚等特色 IP，共享创新有趣；文体融合活动，丰富日常生活。大力真的有说不完的太多的精彩。是的，浩然，要知道啊，咱们大力人都有着敢为人先、创新实干、团结奋发的哪吒精神。我们一直都齐心戮力的为这座繁荣的城市注入青春的力量和饱满的活力。没错，难怪啊，我们大力所有的街坊们看上去都是福气满盈的状态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由大力中联黄飞鸿武术龙狮协会带来的群狮加大头佛表演《群狮贺新春》，一起来感受这份独有的大力喜庆。掌声有请！掌聲有請！各位大力嘅街坊群眾、各位領導、各位鄉親，大家早上好。我係佛山市南海黃飛鴻中聯建立武術龍獅協會常務副會長葉仲明。今日好高興受邀過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大力嘅醒獅，以及我哋大力而家不斷努力去推動我哋嘅傳統文化。咁為人先嘅闖勁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嘅叛逆與勇氣，象徵住大力人民敢於突破傳統，勇於嘗試新路徑嘅精神。響經濟嘅發展、城市建設同改革創新中，大力鎮始終以敢入頭啖湯嘅姿態，主動擁抱變化，積極搶佔發展先機。響獎罰同城嘅進程中，率先佈局，推動交通、產業、民生等領域嘅深度合作，擔當作為，人應哪吒面對困難嘅時不屈不撓、勇往直前嘅精神，體現咗大力幹部群眾面對複雜嘅問題，
和挑戰時，擔當與堅持。無論喺鄉村振興、城市更新，還係社會治理，大略人以啃硬骨頭嘅決心，迎難而上，堅持發力，推動各項事業取得突破。好啦，咁而家啲獅子嚟到大家旁邊，摸摸我哋獅子頭，祝願大家一世唔使愁。摸摸獅頭，鴻運當頭。好啦，今年咧就我哋都帶咗唔同顏色嘅繽紛色彩嘅獅子嚟到現場，係祝願大家有一種好似我哋彩虹咁嘅豔麗同埋快樂嘅心情，感受我哋大略醒獅盛會嘅。好啦，咁我哋啲群眾咧亦都係同時人哋注意安全，咁我哋嘅獅子亦會送上一啲祝福禮，祝願大家大吉大利。好啦，其實我哋本地，我哋甚至我哋外來嘅朋友都好識睇獅，同埋去沾下啲獅子嘅旺氣啊！正所謂我哋大略醒獅盛會咧，一直以嚟係傳統之日，與民同樂。我哋大略人民亦都好歡迎同埋去傳承呢個獅子嘅技藝嘅。所以我哋有句説話就係、天下醒獅皆出南海。咁我哋大略嘅醒獅咧，亦都非常之犀利，不負眾望。世界獅王還看大略。群眾嘅支持啦，所以我哋大略嘅醒獅一直保存得咁好。最重要嘅係喺呢啲咁重要嘅醒獅盛會當中咧，發揮到我哋大略人嘅精神。哇！我睇到我哋今日啲頭獅嘅顏色都係比較鮮豔、比較新嘅，可唔可以講解下咧？好少見喎，真係。因為我而家啲獅子咧，隨住時代嘅創新，我哋大略政府去創新嘅路徑，而我哋醒獅亦會跟住我哋政府嘅指導方向，將醒獅嘅傳統嘅顏色再改一改，再創新。因為呢啲顏色真係睇上非常之馬卡龍，好時尚啊嚇！所以啦，我哋今日呢四頭獅子咧，真係好似我哋嘅心情一樣，好卡路圖啊，好上心嘅。但係咧，你記得多啲摸下啦，唔係好常見㗎啫喎，係咪先？冇錯啊，因為大家知道醒獅係吉祥如意嘅歲獸，咁佢能夠帶俾我哋平安生活。你嗱個大頭盔依家馬上有福氣喎，嚟掌聲送過嚟好唔好？你幾可愛？我覺得依家好難可以睇到大頭盔喎，所以今日你話咧係非常之值得嘅一個時刻㗎。好啦，咁啊正所謂我哋大略咧創新求變嘅銳氣哪吒創新精神，同埋我哋大略嘅創新文化相呼應。咁大略鎮咧，通過挖掘哪吒文化 IP， 將短期現代嘅文旅文創產業融合，打造哪吒宴、哪吒文創、哪吒文化主題研學基地等創新嘅產品同埋場景。冇錯啦，現場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啦，我哋嘅哪吒巨型 IP 裝置都喺現場嘅。咁哪吒精神又有得帶我哋大略龍獅精神一樣獨有。冇錯啦，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哪吒精神同醒獅精神其實係一個非常之相容嘅。見到兩個大頭佛依家喺度緊我哋嘅獅子啦，係咪啊？係啊，因為傳統老師當中咧，作為一個人類嘅作用啦，去指示同埋去引導嘅獅子。而家就拜一拜啦，係咪？因為我哋獅子係非常之講禮貌嘅。冇錯，因為醒獅除咗集禮義、仁義禮智信。仁義禮智信都係快啲得。好，我哋再一次掌聲送俾我哋嘅喺後邊同埋我哋嘅醒獅，同時又多謝我哋嘅師傅幸運團帶嚟嘅一個講解。哇！我真係覺得
喜不自禁啊！年尾係直接拉滿，喺我哋大利過年其實絕對係唔走步嘅決定嚟嘅，因為呢座城市啦，宜居宜業宜玩，絕對係等大家咧非常之開心興奮嘅。而说起大力的发展是绝对离不开每一位奋斗者的拼搏与付出的，离不开大家在各行各业的坚守与耕耘。他们中为中兴大力的建设添砖加瓦，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进入的是支持单位的授牌环节。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各单位代表来到舞台上。让我们掌声有请陈杰洲董事长、黄玉婷副校长、黎倩美副行长、梁伟成行长、何国昌董事长、黎云总经理、周崇晓经理。同时，我们要掌声有请大利镇人大主席李百天先生上台，为他们颁发这份感谢和荣誉。这份牌匾的颁发呢，其实代表的是我们真的是道不尽的一个感谢之情，因为大利这座城市一直都是非常有温暖的。而也正是因为多了这么多的爱心企业，我们才能够在每一个瞬间都能够得到这么多力量的一个相助。这正如我们其中团结奋发的哪吒精神，也早已经是在我们大利人的一个精神里面融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请李主席与各位热心企业代表共同来合影留念。好，请看向前方镜头。我们一起点个赞，比个心都是可以的。全场掌声送给我们的爱心支持单位，非常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为大力做出的一个贡献。感谢我们的支持单位，感谢我们的领导，请回位就坐。大家都知道南海是佛山武士的发源地，有着非常浓厚的醒狮传统氛围，而在大利，醒狮文化更是一种凝聚力的哪吒精神。没错，接下来的这个原创节目一定会让大家感受到扎根乡土的团结与向上精神。它以龙狮的形象为基础，舞蹈动作以舞狮的动作套路、武术以及广东莺歌元素相结合，用刚健之姿舞出南海醒狮的拼搏底色，以同心之势凝聚奋进力量。实在是太让人期待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大利各社区舞蹈队带来的原创节目《龙狮舞大利情》，掌声有请大利各社区的代表们上台。好，这是这个是谁的？那里的呀，那里的女孩，在来湾区，来湾区广州啊。
谢谢。再次感谢来自大理各社区的优秀的舞蹈队带来的精彩表演哈。我们大家所展现出来的这份精气神，也生动地诠释了何为巾帼不让须眉。再一次感谢各位的精彩表演。传统醒狮讲究一形神合一，那接下来的传统狮表演将演绎马年大吉的吉祥如意。街坊朋友们也诚邀大家高举双手，用热情的掌声把马上吉祥接回家。让我们掌声有请大力中联黄飞鸿武术龙狮协会带来的传统狮表演《马上大吉》，有請。咁啊嚟到嘅話咧，又要邀請我哋葉會長下嚟全程為我哋進行呢個金牌解說啦。響傳統詩當中咧，其實今日我哋帶嚟呢個咧，就比以往傳統詩仲要創新，因為以前嘅傳統詩表演咧，可能會一頭獅子啦，上一個高台車嘅表演。咁但係今日咧，我哋咪拘藝於直接係傳統嘅一隻獅，係用咗唔同顏色嘅獅子去表達一個獅子上高台車整咗嗰個。嗰個咧係由台組成嘅高台車。咁呢啲高台車嘅搭建咧，喺傳統詩當中咧，亦可以當為一種橋，一座橋。咁我就係都有個劇情嘅喎，就係獅子從上橋度坐到車，再到坐完車食飽翻嚟，你都係有佢自己嘅一啲形象生動咁可以表達出嚟嘅。咁而家我哋要睇佢咧啲獅子，因為佢呢個橋勢，幾隻獅子嘅上橋落橋之間嘅配合。佢正話做一個品味咧，呢啲係響傳統詩當中咧係好多時會做嘅呢啲動作，但係隨住社會嘅發展咧，而家好多年輕人咧都冇注重去做翻呢啲咁嘅老派動作啦。其實係咁，咪嗰啲獅子都比較年輕係咪啊？所以佢哋嗰啲動作都比較俏皮啲，我覺得會。係因為而家舞獅嘅年齡咧不斷創新，不斷年輕，所以而家咧佢哋啲小朋友嘅活力啦，佢哋嘅構思啦、套路嘅編排啦，都會相當變化大，走動多。冇錯啦，所以呢個就係一個集起嚟係傳承之餘咧，又有創新係最有力嘅一個致敬嚟嘅。表達到佢哋年輕有力、活力嘅象徵。冇錯啦，好似我哋大利人咁啦嚇，一直都係嚇創新有為嘅。好，呢個時候準備下就要去到我哋嘅高台車開始啦。
係，其實佢哋今日咧係一個送祝福嘅主題。對聯就係送祝福，如果有生財嘅話咧就係財車。哦，明白。其實睇城市咧，一定要睇得清明門道嘅話咧，就更加有意思好多㗎。好，我哋嘅對聯係我哋先讀得到。吉祥如意，合家平安，事事順心，身體健康係送俾在座每一位嘅。送俾大家嘅祝福啊！好的，再一次感谢这一段传统诗表演啊，精彩绝伦，喜气洋洋。有金狮贺岁，当然少不了龙行大运。金龙献瑞，福满大利。作为南海第一龙，大力卖鞭的舞龙，绝对能让现场的各位和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大呼过瘾啊！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南海大力卖鞭武术龙狮团、南海理工学校舞龙队联袂带来舞龙龙马精神齐振兴，掌聲有請。跟住落嚟咧，我哋要隆重請出嘅係國際級裁判、廣東省龍獅運動協會副會長，我哋張志華先生，華哥嚟為我哋做一個講解啦。我哋都知啦，舞龍嘅話咧，大力嘅麥邊係南海第一龍喎。好，現場觀眾大家新年好！現場睇到嘅就係麥邊舞龍隊同埋大嶺嶺東女子舞龍隊3條龍嘅精彩表演。咁我哋現場睇到佢嘅龍咧係比賽嘅競技舞龍，係全長係標準嘅18米嘅長度。所以呢樣係競技舞龍咧，佢哋係多次參加各項嘅比賽，奪得到好成績嘅隊伍。現場我哋睇到呢條咧就南海理工嘅學校嘅舞龍隊，佢哋係今時參加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嘅公開龍獅比賽，奪得咗冠軍嘅舞龍隊。現場睇到條咧係金燦燦嘅金龍。俗語都有話啦，金龍來到，個個都賺錢賺無數，個個咧今時咧龍騰四海，樣樣都順啦。所以有龍獅嘅地方就係發達嘅地方。咁舞龍嘅時候咧，佢哋呢個係點為一競技舞龍？競技舞龍咧就係變化多樣，動作多樣。每逢做一個動作嘅時候，都會有一個變化。大家睇到咧，一般企起嚟身嚟舞嘅八字舞龍，而家係瞓低喺地下，呢個叫直躺快舞龍啦。呢個係經過長時間嘅刻苦訓練，咁樣先至能夠練到呢個競技舞龍。咁咧，而家我哋政府好重視呢個龍獅項目，已經係龍獅進校園、進社區、進學校，所以咧呢個龍獅喺我哋全國裏邊係蓬勃興起，又係呢個龍嘅國家級嘅傳承同發展。舞龍裏邊好多變化啦。而家呢個就係呢個龍陣，擺個龍陣之後同大家喺新年問好。佢話我哋條龍舞得好唔好睇啊？好睇啊，俾啲掌聲啦咁。有咗掌聲咧，就更多花款啦。又一個蝴蝶花造型，蝴蝶花造型之後咧，
裏邊咧係有組圖造型、八字舞龍啊，造型動作花款係變化多樣。嗱，最基礎咧就係見到呢個八字舞龍。八字舞龍裏邊咧係上邊係睇龍，下邊係睇人嘅變化。所以咧，我哋咧南海精神就係舞龍裏邊嘅龍獅嘅團結拼搏精神。喺團結拼搏裏邊先至有嘅高難度動作。嗱，又一個變化造型啦。呢個咧係屬於一個五星花造型，係要靠大家嘅團體配合同組合。佢哋咧好多時咧都利用咗業餘，利用嘅晚上嘅業餘時間嚟將個龍獅刻苦訓練，將呢個龍獅項目一代一代傳承落去。而家舞龍嘅時咧有老中青三邊學都有。而家咧不論喺做高中生，而家喺平地小學都有呢個舞龍隊啦。所以龍獅喺進校園裏邊，每個項目都喺度好發展得好快。但又一個變化係雙盤盤起，雙盤造型。所以咧，呢個經過係要大家嘅團體組合，先至變化多樣。嗱，而家呢個就係一個金頂嘅造型啦。睇到你咧係金龍騰飛，睇住呢個龍騰四海、龍騰發展一片興旺嘅景象。好，龍嘅變化裏邊咧，就可以有組圖造型啦。組圖造型裏邊咧，而家佢哋變化係乜嘢咧？組圖就係中國龍造型，所以舞龍裏邊嘅變化係可以做啲組圖造型。舞龍你係要經過團體嘅配合。每個運動作同細緻都要經過大家嘅配合默契，先至能夠舞得到。稍為一個唔留神，就會變咗亂晒龍就咁嚟啦。所以咧，呢班人咧經過經常嘅組團體訓練啊。嗱，而家呢個咧就係財源滾滾啦，靠大家個整體配合。財源廣進，財源滾滾。呢個係經過腰力同腹力團體配合先至能夠做一個團體財源滾滾動作。佢哋咧三條龍咧演出嘅時候係配合得好有默契。又一個變化嘅造型啦，所以咧，我哋舞龍嘅時候唔係一般嘅舞龍，而係變化多端嘅競技舞龍。而家呢個係高塔盤造型，代表今次各位步步高升，財源廣進，金銀滿屋。嗱，而家水上龍舟見得多啦，岸上嘅龍舟有金龍有銀龍嘅龍舟造型。祝大家今次個個賺到滿載而歸。舞龍咧都好有禮貌，都同大家問好，因為財源滾滾呢個八字舞龍，
曲，哇，好多特麥片獵舞龍隊同瀝東女子舞龍隊嘅精彩表演，我哋大家現場觀眾俾掌聲響哇！好多謝佢哋現場表演。再一次多謝晒，多謝華哥，同埋多謝我哋嘅南海第一龍啊！身在功夫之城的話呢，有我們的龍獅表演，當然也少不了我們的武術表演的。武術傳承的話呢，在大理更是薪火相傳。接下來就是各位高手的過招時刻，請欣賞武術表演《天地人和》，請欣賞。
哋嘅武術高手啊！嗱，所有嘅道具都用上㗎啦嚇，真材實料嚟嘅。过年是围炉的甜呐、也是团聚的暖，是无论走多远都会记得的那一段旋律。接下来我们将会在熟悉的音符里面去感受到重回年味。有请大理音乐家协会谭泰如、吴思琪共同为我们唱响《新年好》，请欣赏。財源廣進，事業有成，最緊要係身體健康。新年大門開，恭喜大家都發財，萬家長更有節財，讓我祝你好運來。萬眾恭喜把年來，三春黑黑好發呆，心想事成的開懷，十全十美到未來。新年到笑常開，跨年倒數在一塊，友誼長存情常在，好事自然來。新年大財神來，喜氣洋洋來自拍，手機紅包全打開，新年裡多人不怪。新年把門開，恭喜大家都發財，萬家長更有節財，讓我祝你好運來。囊中恭喜把明白，三春黑黑好發呆，心想事成的開懷，十全十美到未來。一祝健康，二祝平安，三祝進步，四祝如意，五祝福滿堂，六祝興旺，七願長存，八賀富貴，九祝好運，十分興旺。新年到百花開，財源廣進滾滾來，學業有成進步快，好事自然來。新年到財神來，喜氣洋洋來自拍，手機紅包全打開，新年裡多人不怪。新年大門開，恭喜大家都發財，萬家長更有節財，讓我祝你好運來。滿中恭喜把年拜，三春黑黑好發蓋，心想事成的開懷，十全十美到未來。新年大門開，恭喜大家都發財，萬家長更有節財，讓我祝你好運來。滿中恭喜把年拜，三春黑黑好發蓋，心想事成的開懷，十全十美到未來。谢谢两位优秀的老师带来的精彩演唱以及歌声当中送给大家的祝福。妆如青山，诗似流星。接下来万众期待的高妆师将挑战极限，飞跃巅峰。这不仅是技巧的比拼，更是勇气与智慧的彰显。正如大力担当作为的韧劲儿、哪吒精神，不畏高，不畏难，步步攀登，永不言退。那接下来，掌声有请大力中联黄飞鸿武術龍獅協會帶來高妝師表演《奇蹟馳騁，萬馬騰飛》，有請。好嘅，咁啊，又邀請到我哋嘅葉仲明會長咧嚟為我哋做一個解說啦。呢一個節目我同你講呼聲非常之高，我見你自己都動起咗手機啦嗱。係啊，咁咧就響醒獅裏邊咧，而家嘅競賽類啊，高裝嘅比賽咧係非常之受歡迎啦，年輕人嘅追捧啦。咁同時咧，我哋有個口號咧，天下醒獅皆出南海，世界獅王喺大嶺。冇錯。咁亦都係呢兩位運動員係我哋近期嘅世界獅王。我記得好似仲未20歲嘅係咪啊？
夠呢個夠啦嘛呢個夠啊！夠啦我哋有2隊新人係未夠嘅。哦，因為喺上次現年嘅全國錦標賽冠軍咧，18歲都未夠。係啊，我就記得係16同13。咁同時咧，喺全運會咧，亦都係我哋大嶺鎮，我哋攞咗2個全運會冠軍嘅。即係你攞晒啦，係咪先？唔係攞晒，而係人年都有得攞係咪？冠軍。係發揮我哋大嶺人嘅勇於拼搏嘅精神。冇錯啦，呢個係講得非常之好嘅。好啦，咁啊，大家可以睇我哋嘅獅子啦。咁啊，獅子嚟到莊前邊啦。其實高莊喺醒獅故事內容裏邊咧，係代表住綿綿起伏嘅高山，山與獅之間有河流夾谷。咁但係獅子面對困難嘅時候係點樣勇往直前？因為我都知道獅子其實佢係一個非常之有智慧嘅一個象嚟嘅，話連過喎，完全都係毫不畏懼喎。270度係咪？冇錯，270度。如果細心嘅朋友咧，可以睇到我正話嗌嗰聲，佢做咗個咩動作咧？係一個蜻蜓點水嘅動作。嗰個動作難度非常之大。好輕盈嘅，即係點樣兩個你知唔知獅子做緊咩啊？喺度思考，喺度腳震啊，係咪啊？喺度震，因為正話差啲跌咗落去。即係有啲承接喺度。因為唯一出場就嚟一個大招喎，蜻蜓點水。係啊，咁啊同時蜻蜓點水之後咧，咁佢後邊而家呢個動作咧係不斷喺度試探緊。大家有冇發現獅子佢冇面部嘅表情？咁佢要做出唔同嘅神態咧，佢係要靠我哋運動員係用肢體語言去表冇達。錯啦，四肢同埋佢眼。好啦，咁啊而家佢咧周圍望咧喺度尋路，因為佢發現前面嘅山峰非常之高，所以咧佢要表現獅子嘅膽大心細，同時佢勇往直前呢種精神。咁啊，非常之契合到我哋哪吒呢一個創新求變嘅一個銳氣哪吒精神嘅。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嘅獅子咧係向後望喺度望咩咧？還係要繼續勇往直前咧？我覺得我哋嘅獅子比較調皮，想得到在座咁多位嘅歡呼聲支持下。係咪啊？咁啊，觀眾朋友嚟歡呼聲之後好唔好？嗱，你見後啦，犀利！哇，呢個神龍版好嘅。佢倒後喎。哇！最高嘅裝潢係咪應該係有2米喎？呢個裝潢。最高嘅裝陣係去到2.5米嘅。2米半。好啦，咁我又介紹下佢哋兩個嘅成績啦。咁啊，響25年參加澳門美高梅嘅 MGM 嘅比賽咧，就獲得世界冠軍啦，又係世界獅王啦。咁啊，同時響我哋新歷年26年嘅1月份咧，代表我哋廣東落到香港參加世界醒獅夜光龍醒獅錦標賽當中咧，咁啊力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強勁嘅國家嘅隊伍獲得冠軍。咁我哋咧統計過嘅話咧，係有40幾項國際冠軍，50幾項國家冠軍㗎，真係身藏風雨名。所以今日我哋睇到呢個千祈就唔好孤寒我哋嘅掌聲同埋歡呼聲㗎。梗係得啦。而家又喺度思考啦，係咪啊？喺度揾個青喺邊度？係喺度尋緊青。哦，尋青啦，嗱，而家到咗。咁就係因為我哋大嶺咧，每年有不斷嘅龍獅呢啲醒獅盛會啦，令到我哋嘅鎮咧出咗好多龍獅人才。咁我哋呢對獅嘅前一任嘅獅王咧，佢個仔咧就多出道。咁啊，而且都喺25年咧都獲得全國錦標賽冠軍嘅，即係呢個傳承係非常之好。呢個傳承係關乎於我哋當地嘅政府去大力推動醒獅盛會，同埋支持啲龍獅文化。
過佢去到最高點啦，甚至響半山腰啦，各個方位而家尋找過之後咧，原來響佢經過個路邊嗰個半山腰當中，咁啊取到呢樣咁珍貴嘅財氣同福氣，係送俾現場在座每一位嘅。收尾肯定都係唔同嘅喎，係咪啊？冇錯嘅，咁我哋嘅獅子咧，正所謂上山容易落山難，咁我哋嘅獅子落山嘅時候，會唔會有揦肚動作嘅出現咧？係啊，揦肚動作啊嚇！咁我哋嘅首先好，遍地生財，大力做生意就咁嘅啦。做生意嚟大力，依然都係呢一句。大家想唔想睇更高難嘅揦肚動作？俾啲掌聲，唔好走啦！嗱，手仔做到眼做到好，哇！真係值得。好啦，咁啊，今年咧，我哋呢幾年呢5、6年嘅新晉世界獅王咧，向大家行禮。好，向大家叩頭，祝願大家心想好事成，合家平安，嚟大力做生意，個個發大財。我睇到我哋獅王啊，隨中佢哋體現出嚟嘅又係一個團結協作嘅凝聚力哪吒精神嘅。咁呢對組合咧，如果有關注下抖音睇下醒獅咧，都知道佢哋嘅外號叫做達奧組合。達奧啊，哦，即係佢哋個名有關係嘛？好啦，咁啊，我哋啊醒獅表現咧，我哋係會繼續後面一個節目。好的，谢谢狮王带来的精彩表演哈！刚才这一段惊心动魄的高难度呢，也博得了现场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们的阵阵掌声。再次感谢狮王带来的精彩表演。说起农商银行，相信我们大力的街坊们哈都不陌生。它既是我们身边贴心的金融伙伴，更是这座城镇温暖的共建者。每年醒狮盛会能够如此精彩热烈，离不开众多像农商银行这样的支持单位，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大力的文化盛宴添薪加火，聚力助威。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由大力农商银行带来的歌舞表演，气势如虹，掌声有请。開歡樂樂笑動，有你有我，歲月記憶中，鬥志勇猛，永遠感恩自公，拉開風暴尋夢，成功總會被尊重，那不如能懂。衝衝衝，奮力一起衝動，為愛犧牲與愛，心裏有夢。衝衝衝，遠達地望相同，未來現在雙手可抱擁。衝衝衝，繼續攀登高。
動形盛世高飛天台。这那么快乐，为时代的潮起浪涌，前行的激情是风景的痛，心在跳跃上追风，脚步踏上层楼，所有的心跟着我舞动，每一个汗水都值得歌颂，化作光亮随风风。冲冲冲，看我气势如虹，让那梦想升空，跨越巅峰。冲冲冲，让我自由驰骋，迎那荣耀向未来冲锋。冲冲冲，看我气势如虹，让那梦想升空，跨越巅峰。冲冲冲，让我自由驰骋，笑看世界的海阔天空。冲冲冲，看我气势如虹，让那梦想升空，跨越巅峰。冲冲冲，让我自由驰骋，迎那荣耀向未来冲锋。冲冲冲，感受看那东风，只在看彩雨后，风风雨动。冲冲冲，让天空彩虹，动变盛世高飛天空。好的，谢谢大连龙川洋行带来的精彩歌曲表演。接下来，大高干师将腾跃而上，带来步步高升、再攀新高的美好寓意。那大家可以看到哈，台两侧的这两个高杆，等一下托起的不单单是两只雄狮，更是大力步步升高的美好城市梦想。让我们共同仰望，共同喝彩，祝愿大力的发展，大家的生活节节向上，锦绣满怀。掌声有请大力中联黄飞鸿武术龙狮协会带来的大高杆狮表演，立马腾飞，步步高。